好声唱。摇滚区。伟聪，等下跳舞就交给你了。第一首跳起来。伟聪，等下交给你了，伟聪。扭肩膀哦。扭肩膀。第一首啊，第一首那个 tempo 比较有 feel。不要有压力。对啊，再靠近一点，放轻松感，就只可以记忆中，现在就自然。它是晒红了，那会是晒。它会透。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上帝能够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上帝能够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我们的上帝能够，上帝能够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拯救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
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世家。心事完全交托，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世家。心事完全交托，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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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凡事都能做。你是我喜悦，是我力量，当我敬拜你，哦主。你是我盼望，是我帮助，唯有你，我的天父。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耶稣，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你是我喜悦，是我力量，
是我不足，唯有你，我的天父。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在你从没有，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耶稣，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耶稣，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耶稣，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磐石，在你里面凡事都能。你的旨意超过我们所曾听闻的，你所成就的事情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主啊，你是恩典的神，你是全能的神，你是有丰富慈爱怜悯的神。你把破碎的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建起来。主啊，你是如此的深爱我们，即使我们是那么的渺小，你仍然眷顾我们的每一个需要。主，愿我们紧紧的依靠你，时时的渴慕你。愿你的能力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愿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你所定的旨意。愿我们一生都能够走在你的道路上，时刻记得你的恩典永远与我们同在。还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依然站立来念信仰告白，请。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奉献，请当值的同工。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
爱我们的上帝，我们今天又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求你除去我们的过犯，掩面不看我们所犯的罪，使我们得以进入至圣所来朝见你的荣光。主啊，我们所过的每一天都有你的恩典，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你。这些看起来非常微小的事，其实都是上帝所赏赐的恩典，只是我们早已习惯这样的日常生活。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目，使我们有新的眼光，能看见上帝的作为，并且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最后，让我们一起用主所教导的主祷文同声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好，我们来看一下周报里面的讯息。下周的同工麻烦请看一下左上角的部分，如果有轮到的侍奉，请注意一下。教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感谢台北马街院牧部黄心怡牧师的证道，愿主的恩典与保守常与牧师与他的家人同在。第二点，本主日儿童主日学生活营，地点是在桃园渴望园区，2位牧师会一同参加。第三点，7月20号礼拜一下午4点教会消毒，4月21号礼拜二教会不开放。第四点，7月25号礼拜六下午2点召开小会，下午3点召开长执会，请长执留意。第五点，下主日7月26号是升级礼拜，也是合堂礼拜，大家请特别注意一下。下礼拜只有1堂礼拜，由儿童主日学跟青少年团聚担任整场礼拜服事，愿主保守，荣耀主名。第六点，下个主日7月20号中午12点，这边周报上面需要更正，是中午12点举办社青和情色团契联合茶会，地点在4点的综合教室，请社青跟情色团契的契友踊跃参加。好，大家可以交流一下彼此育儿的心得，希望不要吓到大家不敢生小孩。第四点，再下来是团契消息。第一点，7月25号礼拜六下午3点妇女团去聚会，主理是吴长老。第二点，第二点就不念。好，我们来看圣经。圣经记载在列王记下第6章1到7节。我来念：找回斧头。不太一样。念上面啊。先知的门徒对以利沙说：“看我们在你面前居住的地方，那里对我们太狭小了。让我们往约旦河去，个人从那里取1根木料，在那里为自己建造居住的地方。”他说：“你们去吧。”有一人说：“请你与仆人同去。”他说：“我可以去。”于是以利沙与他们同去，到了约旦河，他们砍伐树木。有一人砍树的时候，斧子的头掉在水里，他就喊着说：“不好了，我主啊，斧子是借来的。”神人说：“掉在哪里了？”他把那地方指给以利沙看。以利沙砍了一段木头，抛在水里，就使斧子的头浮了上来。以利沙说：“拿起来吧。”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正道，我们请黄心怡牧师，今天的题目是“拾起来的是恩典”。大家平安。鼓励大家可以坐前面一点因为我们这边人不是太多，所以可以的话可以就坐前面一点我比较喜欢靠近大家，但我知道这边好像有录影机，所以我没有办法再走进去一点这样。好，那再一次就是跟大家自我介绍我叫心怡，黄心怡那目前是在这个台北马街当院牧，已经大概有1年的时间没有想到我有今天就是还可以待这么久。其实医院真的不是一个人待的地方每天有很多超乎你想象的临时的事情。因为今天我们比较看到很多小朋友我礼拜四已经要下班喽，然后就被扣去
这个其实已经我没有在负责儿童病房，但是因为负责儿童病房的牧师在生病吼，所以就请我去代替他。那个是一个才刚出生20几天的孩子吼，他已经断气了吼，已经过世了这样。那就请我去，就是因为家长还没有到，然后我们就是我的目的就是需要去安抚家人，然后陪伴这个家庭吼走最后这一里路这样。然后我去的时候，其实我已经知道妈妈是外配这样，妈妈是一个越南人。那我就一直在想说，啊，我要怎么讲话，我要讲什么？我一直在想，脑袋一直在想说，那个语言到底应该要讲什么，要怎么样让他也能够明白，或者是就是我的语言不会太难吼。我一直在想，结果没想到就是我们一进去，护理师已经帮孩子穿好衣服了，就是原本要给孩子出院后穿的衣服已经都准备好了，结果没想到那件衣服居然是他这个生命最后这一刻的时候才穿上的衣服吼。那穿好之后呢，这个护理师就跟妈妈说：“你可以抱孩子，这样就抱着孩子，然后好好的跟他说话这样。”那我就陪着他先生还在停车吼，我就陪着妈妈，就是在这个。你们知道，因为我心里面还在想说我要讲什么，一直在那边想我到底要讲什么。然后我看到妈妈一抱到孩子，那个眼泪就一直掉吼。然后你完全可以想象她的心里有多痛，因为我其实已经知道这个家庭，他们已经4次怀孕，4次流产，然后这一次是第四次是孩子有生出来，可是8个月的时候就又夭折。孩子8个月的时候夭折，所以这一次是第5次吼，第5次是做的。你可以想象这个家庭多么渴望有一个孩子，只是没有想到这个孩子才出生第23天。其实他一出生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意识到这个孩子跟第4个夭折这个孩子的状况一样吼。那我心里面其实也觉得很揪心吼。那我听到妈妈说。妈妈抱孩子，她用中文说，没有想到又再一次，第一次抱孩子，也是最后一次抱孩子吼。她刚生产完，第一次抱这个孩子，也是最后一次吼。我就觉得那个真的是好痛啊，就是怎么没有怎么办，一直都在面对失去孩子的这件事情。所以我刚刚因为我在开始之前有我们的指挥圣歌队指挥来跟我聊他的生命的一些近况吼，他就是在犹豫说到底要不要讲他自己的生命见证。好，你们可以鼓励他吼，我鼓励他说，我觉得可以的话，我们要常常讲生命的见证，因为当你每一次言说的时候，其实你不是在见证你自己，你在见证的是神如何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在见证他是上帝，他怎么样陪伴我们去面对那些历程。我要讲的事情是，其实很难吼，面对这个负能量真的很多，负面情绪也很多的场域里面，你真的好需要依靠神的恩典，告诉你每一天是新的，神的恩典也是新的吼。那一天我们送孩子父母亲离开的时候，在坐电梯吼，然后因为我们要送到太平间，他们就爸爸妈妈就对我鞠了一个很深的鞠躬吼。但是其实这个父母亲因为已经再一次失去孩子嘛，又是面对到孩子同样的情况的时候，其实他们对医护人员是有很多的生气，因为早在再一次怀孕的时候，为什么医师没有说？好，他们在想的是这件事情吼。所以我们在 take care 这个家庭的时候，我们已经被告知说你要非常小心，用字遣词要小心。好，所以，但是我必须说，我们关心人不是为了怕发生医纠吼，关心人是纯粹是因为我们在人的身上看见神的恩典跟带领。所以他们跟我鞠躬，我也跟他们鞠躬吼。鞠躬完之后，我就回去到这个儿童加护病房。阿长跟我说，其实虽然很痛心吼，可是这个是对这个家庭最好的安排，因为这个孩子就算存活下来，他一辈子都会有酸血症的问题吼。酸血症就是他常常就会整个人都会是黑色的吼，然后会一直发抽搐，然后会有很多的这个跟血液有关的疾病吼，然后心脏也都会是一个问题。
所以他不会只是此刻医好而已，他会后续一辈子都会是辛苦的。所以我们后来，我跟这个阿长，后来我们也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家庭的状况哦，就说其实现在这个痛是还可以承担的，未来的那个长期的时间，不见得是我们能够负荷的吼。好，那我再次感谢上帝给我一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吼。那也鼓励大家，像我刚刚鼓励这位姐妹一样吼，我们可以常常去做见证。那在开始之前，因为今天的题目是说拾起来的是恩典吼，想问大家，你们觉得恩典是什么？有想过吗？恩典是什么？恩典是白白的。是礼物，是可能有很多答案吼，这些都对。有人说病得医治是恩典，有人说我的家庭和乐是恩典，吼，这绝对是。我这几天在预备今天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也再次体会恩典是什么。我前几天因为这个，你知道我的孩子们他们已经比较大了吼，都会在浴缸里面开始玩很多的泡泡。所以呢，我前几天就在家里的浴缸里面，他们已经洗完澡换我洗吼，我就在浴缸里面滑了一跤吼，然后就撞到我左胸下的肋骨，我痛了一整个礼拜，到现在还在痛吼。刚刚在唱那个诗歌，特别是比较长的一段，我都会这样哦，就是呼吸也痛吼。医生跟我说，这个肋骨呢，它不像其他的地方可以打石膏吼，你只能等它慢慢的好。然后我就这几天翻身也痛，然后平躺也痛吼，唱歌刚刚有说也痛吼。你们知道最痛的是什么时候吗？打喷嚏的时候，打喷嚏的时候超级痛哦，就是你那是没有办法预备的吼，就是想要打喷嚏，然后你就会体会那个什么叫做会呼吸的痛。我前天晚上刚好那一天晚上我1打2吼，我跟2个孩子这样，然后我已经关灯要准备睡觉了。然后结果我那个3岁的儿子，比较小的那个吼，他就从他的床爬到我的旁边，他就说：“妈妈，我先问他说你要干嘛？”他跟我说：“妈妈，我要跟主耶稣祷告。”我就说：“哦，好，那你祷告吼。”他就说：“天父啊，求你修理妈妈的内内，让她不会痛了吼。”这样，然后就阿们。而且我听他这样讲，我就觉得也太好笑了吼。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因为那时候孩子还不懂什么是肋骨，所以我一直跟他们讲说，因为他们一直看我一直扶着下面这一块，我就看我一直这样扶着，他们就说：“妈妈你怎么了？”我说：“哦，我的内内在痛。”所以他们都一直以为是我的胸部在痛，其实是肋骨啦。所以我的儿子也以为说，好像就跟玩具坏掉，然后找耶稣修理一样，就会好了这样。其实那个当下，听到孩子这样讲，你觉得很好笑。可是那一刻，我同时也觉得这是一个恩典哦。我的肋骨并没有马上好起来，隔天醒来还是很痛哦。可是我却因为这个跌倒的缘故，去领受了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祝福哦。我没有想过我的儿子，我都是要求他说要做谢饭祷告，我没有想过他会主动来为我祷告。而且虽然好笑，但是那个意思是对的吼。恩典是什么？恩典呢，它不是上主照着我的期待去成就事情，恩典是主常常在我们没有想象的地方、没有想象到的时候，他让我们重新去认识他是那一个施恩的上帝吼。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呢，其实只有短短的7节，可以帮我放到这个经文的那一页吗？谢谢。如果我们看在这整个列王记下的这个整个大叙事，你们其实会觉得说，这个安排很奇怪吼。如果大家手边有手机的圣经，或者是前面有圣经，也鼓励大家可以翻一下吼。我们一起来看列王记下，今天是在第6章。那我们如果往前看1章，在第5章，大家还有印象第5章发生什么样的事吗？第5章是谈到乃縵将军怎么样麻风病得医治的故事，对不对？但是在今天这段经文的下半段开始，则是提到说亚兰军队他们去攻打以色列，
上帝呢，他让以利沙的仆人眼睛打开，去看见整个满山满谷的火车火马。这个是什么？上帝让他的仆人相信神会保护他的百姓。你们有看过这些异象吗？我相信这个绝对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可是你们就想哦，在这个中间，乃縵将军得医治，然后后面是这个上帝使仆人看到火车火马这么样大的场景。可是却在中间放了一段这样的故事，说有一个人砍树，结果那个斧头掉进去河里面。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就想说，哇，这个这么小的事情有什么好写在圣经里的？可是呢，当我们再一次读这整个列王记，你再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整段的记事，经文真的要讲的不是斧头，它真的要记的是我们以为的小事情，神都看顾。我们以为的小事情，神要透过这些你看不起或者是你觉得是小事的，去认识他。所以如果大家再一次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从列王记的第2章，列王记下的第2章到第8章，它不是一个照着时间排的一个历史，它全部都在描述以利沙他行神迹的这些故事跟经历。作者他透过一个又一个的故事，都在回答一个问题。以利亚他离开之后，我记得上礼拜知美牧师谈到的是以利亚要离开了嘛，换以利沙。那以利亚过世之后，离开之后，上帝还工作吗？我们有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吗？可能你的父母亲是一个很信靠上帝的人，可是到你这代，神还依旧在工作吗？神还依旧在你的家庭做事吗？你们觉得呢？还工作吗？答案是他不只是医治大麻风，不只是改变国家的命运，他也在乎每一个默默在建造这整个先知群体的门徒。哪怕只是借着一把你可能看不太起的斧头，也要再次见证上帝的恩典。那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在故事的一开始，这个以利沙的门徒就来跟他讲说：看啊，我们在你面前居住的地方，那里对我们来说太窄小了。你让我们往约旦河去，大家在那边取一块这个木料，在那边为我们自己建造一个居住的地方。为什么门徒提出这个需要？因为人数越来越多了，这个地方再也容不下这么多人了。所以原本住的地方太狭小了，必须要迁移到，在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往哪里去？约旦河去。大家要在那边建造一个更大的地方。所以当这个以利沙他听见门徒们他们的看见跟需要，他二话不说就让他们开始去着手进行这些迁移跟建造房屋的工作。可是门徒中的一个人就跟他讲说：以利沙，请你跟我们一起去吧。以利沙有拒绝吗？没有。他二话不说就跟他们一起去。这个其实我觉得常常传道人都需要反省跟检讨。我们常常被提醒说，最会去关心病人的不是牧师？最会去关心病人是关怀师。然后我每次听到这个话，我都觉得好像一根针刺在心里面。牧师其实被期待要能够去关心人，可是很多时候当牧师，我觉得好像那种你觉得自己位高比较崇，因为在医院算是主管的阶级，好像位分比较高的时候，你真的不免会忘记自己的身份，其实是上帝的仆人，是服侍人的人。这个是常常我都被提醒说，我有没有记起，我今天回应呼召，我要回应的是成为上帝的器皿，而不是成为谁的主管。这个是常常牧师都要被提醒的事情。以利沙就说：走，我跟你们去。只是到了约旦河，大家开始就砍伐树木，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在砍伐树的那个时候呢，他的这个斧头前面的那块梯啊，这个铁怎么样？就砍的时候就掉进去水里面。
他就说啊，不好了，主啊，这个斧子是借来的吼。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他的这个喊吼，有一点奇怪。如果你东西不见了，你会怎么说？我们会说啊，我的东西不见，对不对？无论你是不是借来的，你都会先说啊，我的东西不见了。可是这个仆人的反应，这个门徒的反应是什么？他不是说我的斧头掉了，他是说这是借来的。你从他的反应就知道，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吼，他不能弄丢。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掉过东西？大家有没有掉过东西？可能都有吼。你掉的是什么？最让你印象深刻掉过的东西是什么？护照吗？护照吗？是在机场的时候吗？在搭飞机的时候，哇，你这个蛮大条的吼。好，我们可能都有丢过东西的经验吼，有找回来吗？有，好。多半呢，我们在弄丢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怎么样？会很紧张，会很焦虑吼。如果你掉的是你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鼻子摸摸，自认倒霉，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今天掉的是别人的东西呢？你就不只是自认倒霉这样而已哦，你会需要去想怎么办，东西到底在哪里，很焦虑，很焦急吼。你开始会很担心，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回应那个借你东西的人。更何况大家知道，在以利沙的这个时代啊，铁器就是这个斧头上面这个铁器吼，非常非常昂贵吼，不是一般人可以负荷的。所以大家就想想看，一个先知的门徒，一个学生，怎么买得起？他负担不起的，要如何去赔偿？所以有时候掉进去水里的，它不单单只是斧头本身，还有他的什么？还有他的害怕，他的愧疚、压力跟自责。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吼，我们的生命中可能都曾经有过那个掉进水里的时刻，不是你自己掉进去水里吼，可能是一件东西。或者是一个机会，也可能是你掉的是健康，或者是一段你很在乎的关系。但是很多时候，真正让我们感到痛苦的，往往不是那个失去东西的那个本身，是失去之后所带来的你心里面的害怕、担心、你的责任感、自责。我们常常都会听到说，如果我当初再小心一点就好了。好，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越南的妈妈。一直在讲说，如果我们当初知道了，就不会怎么样吼。然后或者是我再一次生你的时候，我要把你生得健康吼。好像我们有好多好多的自责，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接下来怎么办？所以那些看不见的重量，往往比你失去东西还要沉重哦，还要更重哦。我刚刚有跟大家提到说，我来马街已经满1年了吼。我还记得我刚入职的时候，我们都要做这个新人的健康检查。结果呢，我的报告就显示说，我的一个指数吼，就是异常吼，就标红字这样，就跟我说你需要去追踪哦。这个指数是什么呢？大家如果有机会做健康检查，也可以留意吼。这个指数是一个癌指标吼，癌症指数指标。我的是标记是 CA199吼 ，CA 就是 cancer 的意思吼。199是大概就是讲你在什么的位置吼，所以呢，我那个指标特别的高吼。那这个报告后的3个月就必须要再去照一个超音波。我照腹部超音波都没事，可是当我再一次抽血的时候，我这个指数已经不再只是2倍3倍了，又更高了吼，又往上升高吼。我的主治医师呢，他就说，你现在赶快去安排照 CT。当你们听到你的医师跟你讲说你要赶快怎么样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很紧张，对不对？我开始整个脑袋都在想说啊，怎么办？我如果身体真的有出了什么我没有办法承担的状况，该怎么办？以及我才刚来，这是新人的健检嘛吼，我才刚来这个医院工作吼，如果我生病了怎么办？然后刚好提到我的孩子还几岁？3岁吼，另外一个也才5岁吼。我的孩子还这么小，我如果真的生病了怎么办？所以你除了有好多好多的担心之外，你心里面也会有很多的自责。
我是不是没有把自己照顾好？不然怎么会发生这些事？然后我好不容易，因为你知道在医院里面，你要做任何检查都要等很久很久吼。我好不容易等了5个礼拜，然后呢，终于排到一个礼拜6要去做检查吼。在礼拜5要下班的时候呢，我的主管他就叫住我，他就说：“明天有人陪你去做检查吗？”我就听他讲这样，我就想说检查而已算什么？我就说没有，我自己去吼，我都几岁了还要人家陪。然后呢，他就说：“啊，你老公嘞？你老公嘞？”我回他说：“啊，如果他陪我去，就没有人可以照顾我们家那2个小的啊。”结果我的主任就然后就来搂着我吼，他就张开双臂抱着我，然后我就拍拍他，因为他在担心嘛，我就拍拍他说：“你不要担心啦，我都长大了，长这么高了，我可以自己去了吼。”其实我还在开玩笑，我就想说就是你担心太多了，我还开玩笑这样。结果因为我抱着他嘛，然后我拍拍他，我就听到他在我旁边开始啜泣吼，这样我的主管吼。结果就吓了我一跳，我就开始变得很认真哦，我就再一次说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我真的可以吼。结果我就看到他用他那个水汪汪的眼睛看着我说：“可是我心疼你啊，可是我心疼你吼。”哇，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主管会这样对一个下属说：“吼，我心疼你。”结果礼拜6一早呢，我就收到他的简讯吼，他就说我人已经在医院了，你要检查的时候我陪你去吼。好，我就想说，哇，真的是我看到他这个简讯，我觉得是又好气又好笑吼。就你礼拜6也不用来上班，你特地跑来，只为了陪我做这个检查。好，然后呢，我就想说，好吧，你这么爱跟，我就找他一起去吼。我们就一起到了放射科之后，没有想到。你们知道，因为做检查旁边都会放很多椅子嘛，我就看到我好多关怀的时候坐在那边等我要去做检查。我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说，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做检查的时间，但是他们就从开始做检查的时候就已经在那边等我了吼。然后我就想说，我何德何能吼，我能够被大家这样的关心跟疼爱。礼拜6是我们很难得可以休息的时间吼，可是他们竟然为了我在一大早就坐在候诊区，他们其实也没有办法替我做检查，也没有办法改变检查的结果吼，也更不能叫这个机器来给我跑快一点吼，都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保证说我一定会没事吼。可是他们却陪伴我在那个我心里面其实很焦急吼，我也真的担心说会不会发生了我没有办法承担的事吼。所以当门徒当以利沙面对门徒的焦急，以利沙他不是那个远远站着远远的吼，他说啊你怎么那么不小心？他不是这样吼，他也不是一副事不关己，或者是说啊我替你祷告，然后让你自己去想办法未来的事情哦，处理后面沉重的这些赔偿。圣经告诉我们以利沙说什么？他们问以利沙说。掉在哪里吼？你掉在哪里？你们知道这句话其实这样读起来看起来好像稀松平常，好像在问一个会听到的一个回答吼。可是你们知道，对一个当下这么焦急、这么担心的人来说，这句话是什么？它其实是一个陪伴吼，是一个同在。今天如果是我们通常面对到有一个人的失误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处理？我们可能会去追究原因，去分析那些责任，或者是我们开始会去检讨到底这是谁的错吼。可是这以利沙没有，他没有先去回答说你为什么掉了吼，他是问的是说掉在哪里。然后门徒呢就把这个斧头掉落的地方指给这个以利沙看吼。以利沙做什么？以利沙砍了一块木头抛进水里，结果这个斧头就浮起来。我们都可能都超过1岁2岁的人都知道，这个按理说铁掉进去会怎么样？会沉下去吼。可是呢，这个以利沙反常的，居然是将一块放在水里面会浮起来的木头
丢进去水里面，反而让这一块铁浮起来吼。这个是什么？它是神迹，吼。可是呢，真正让我看见的不是只是这个，不是这个斧头浮起来吼，是让我想起恩典的主让木头代替了那个本该掉进去水里面的斧头。如果大家还有印象，我们有一位主，他怎么样？他代替我们人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担待了人的软弱。什么是我们的软弱？什么是我们的罪？岂不是在那些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职场里，我们不敢承认自己是主门徒的软弱吗？我们的软弱是什么？我们的罪是什么？是我们常常忘记我们可以倚靠、可以仰望神，可是我们常常都要靠自己的那样的骄傲。我们总觉得自己可以嘛，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利益或者是为了自身的安全，我们在某些时刻背叛了主的那个自责。如果我们还记得犹大的话，可是以利沙最后却对那个人说：“拿起来吧。”那个人就伸手拿起来。这个是我在这段经文里面最喜欢的一个桥段吼。反而不是那个好像神迹的部分，而是他的邀请吼，以利沙的邀请。其实以利沙可以怎么样？他把它丢进去的时候，他可以自己去捡起来，对不对？以利沙他可以自己去捡啊，他却邀请这位充满自责、焦急的门徒亲自去捡起来，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他有力量，继续完成建造房屋的工作，也继续参与在上帝国的使命跟这个国度里。如果我们大家还记得复活的主、复活的耶稣，他邀请他那些满心自责的门徒：“你还爱我吗？”还记得吗？他邀请那些不认他的门徒，曾经不认他的这些学生，他邀请他们继续喂养我的羊，继续完成上帝国的使命，去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还记得这些图像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此刻的你心里面可能也有一把好像要沉到水里的一个斧头，可能是你的健康，可能是你的婚姻，或者是你的工作，或甚至是你的梦想、你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会说：“主啊，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如同我刚刚有跟大家提到，其实我后来的检查报告出来之后，就真的显明我的身体有一点异状。那我在2月底的时候，已经完成手术，切掉这个，在它要恶化之前，赶快就发现就切掉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刚好是我2月底手术，我3月开始换到，我刚刚原本说我在儿科病房嘛，我3月开始换到妇科病房。我的这个肿瘤是在腹部的，是在妇科的部位。我一直在想，神怎么会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可是我同时也感谢他，让我在还能够处理的时候，他让我去经历到，你会为了报告的结果担心的睡不着觉，你会为了要手术前，你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如果真的情况不乐观，你的孩子怎么办？我那些历程好像都走过了一遍。我觉得神好像也预备我的心去进到妇科病房，开始做妇科的关心。因为我3月就开始关心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心里面会常常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有的时候上帝并没有马上告诉你答案，或者是让你知道为什么，他反而先到我们那个心掉落的地方，陪伴我们，因为他知道比起一个答案，有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同在。如同这些牧师关怀师们，在我要去做检查的时刻，陪伴我在那些候诊区。比起一个解释，我们更需要的是神亲自扶助我们。就是在那些我们感到最无助、最失落的时刻，神说：“我仍然要工作，我仍然要在你最失落、最心都掉下去的那个地方，我仍然要工作，仍然要向我们显明他是那位施恩的上帝。”也并且再一次要邀请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对你说：“拿起来吧，
如果你的心掉落的话，拿起来吧。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被上主捡起来的，不只是斧头，而是那个原本带着好多的愧疚、自责，或者是你被那个无助感压得你喘不过气的人。上主要恢复的，不是只是你的工具，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使我们能够继续完成上主所托付我们的工作。这时候，我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邀请大家把你的手放在心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主，谢谢你今天透过你的话再次提醒我们，你是一个看顾大事也照顾小事的上主。你不只是那个掌管历史列邦的上帝，你更是那一位只因为借来的一把斧头而惊慌失措的门徒。今天你同样看见我们生命中那些别人看不见，却使得我们心里沉重、夜里流泪的事。主啊，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人心中也有一把沉到水底的斧头，无论所失去的是健康、是平安、是关心、是梦想，还是对着你的信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勇敢地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也要安慰那些因为失败、因为自责，甚至是愧疚的抬不起头的人。求你让我们真知道，你不是那个站在远方责备我们的人，而是愿意走近我们，温柔地问我们说：“孩子啊，掉在哪里了呢？”主，我恳求你今天就来到我们掉落的地方，即便事情没有立刻改变，即便答案也还没有出现，但愿你的同在成为我们最大的安慰，使我们相信你仍然在工作，你从未离开。也恳求你赐给我们那极大的勇气，当你对我们说拿起来吧，让我们愿意重新拾起对你的信靠，对生命的盼望，以及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继续勇敢向前奔走。我们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你是我喜悦，是我力量，当我敬拜你，哦主，你是我盼望，是我帮助，唯有你，我的天父。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耶稣，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你是我喜悦，是我力量，当我敬拜你，哦主，你是我盼望，是我帮助，唯有你，我的天父。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里面凡事
都有可能。耶稣，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主，你是我们的喜乐，你是我们的力量，你也是我们的盼望，更是我们永远永远的依靠。神，当我们心里面好像掉在谷底的时刻，神恳求你就呼召我们捡起来，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勇气去面对我们所以为无法承担的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一起来唱我们的会后诗。主，求你使用我，哦主，差遣我，使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天都会行，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说，嘿，大步走，嘿，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天，嘿，都会行，嘿，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2堂礼拜到这边结束，楼下有爱餐可以到下面享用，然后可以彼此联络。